大家好，我係6B 班嘅黃望晴，我係6E 班陳子立。今年係明道小學25週年校慶，祝明道小學生日快樂！校慶嘅主題係感恩革新飛翔。子立，你知唔知點解會用呢3個詞語做主題啊？我梗係知道啦。之前我訪問過5位老師，佢哋唔單止係我哋嘅老師，都係明道嘅畢業生，係我哋嘅師兄師姐嚟㗎。不如就一齊聽下佢哋嘅分享啦。我係港澳信義會小學下午校嘅畢業生。雖然呢，我未有機會喺新校舍裏面讀書，但係當時低年級同學知道會有新校舍嘅時候呢，佢哋對呢個新校舍都充滿住期待同埋興奮。當年呢，我親眼睇到校長啦同埋老師為咗新校舍嘅誕生呢，有無數嘅努力同埋付出，正正係呢一份嘅無私奉獻啦同埋教育嘅熱誠，深深呢咁刻喺我嘅腦海裏面。今日我能夠以老師嘅身份翻返嚟母校，希望呢可以將呢一份嘅精神傳承落去。我覺得呢係一份光榮同埋感恩。係啊，我就有幸可以喺舊校搬嚟新校讀書。喺6年級嗰年，我同同學一齊由舊校舍搬過嚟明道，當時嘅心情既緊張又興奮。新環境、新設施，所有嘢都煥然一新。我哋唔單止擁有更舒適嘅學習空間，學校更加引入咗好多新穎嘅教學設備，令我哋嘅學習變得更加有效率。校舍唔單止係大啊，更加係一個讓我哋視野得以拓闊，為未來飛翔做好準備嘅好地方。我都係由下午校過嚟明道讀書嘅，我仲記得學校當年舉行嘅獻校禮，我哋一齊感恩天父賜予我哋一間又新又大嘅校舍。母校唔單止有好好嘅老師同埋硬件配套，更加不斷追求課程同活動上嘅革新。我印象最深刻嘅就係前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同一班立法會議員到校觀課，而當時有幸成為學生代表之一。我知道後來都吸引到唔少外界人士到學校參觀同埋交流，有呢啲寶貴嘅經歷，更喺我心中埋下咗一顆種子，啟發我思考教育嘅無限可能，為我日後嘅人生路途提供咗非常嘅勇氣。我係明道小學第一批1年級嘅學生，喺呢度完成咗整個小學嘅階段，能夠喺明道小學讀書，我真係好感恩啊！呢度唔單止環境優美，老師同同學都充滿愛心。講到最深刻嘅體會呢，就一定係學校舉行嘅內地交流團啊！老師帶領我哋走出課室，親身體驗祖國嘅歷史文化，學習到好多書本以外嘅新知識。呢啲革新嘅學習模式，大大咁開闊咗我哋嘅眼界，亦都係我哋喺成長飛翔嘅旅程當中非常重要嘅一步。咦，玉貝啊，你又有冇類似深刻嘅經驗或者活動可以分享下？我最深刻嘅都係交流活動。我參加過黃埔軍校訓練，過程雖然又緊張又辛苦，但正正係呢份磨練，訓練到我嘅獨立同堅毅。過去25年，除咗我哋5個，明道小學仲培育咗好多優秀嘅學生，喺各行各業發光發亮。除咗我哋呢班畢業生，各位老師對學校創校25週年都有好多感恩嘅說話想分享㗎，我哋一齊聽下。祝明道生日快樂！明道我愛你。
我個心情係好振奮嘅。我哋嗰陣時咧嗰個嘅開心雀躍嗰種嘅情緒咧，都維持咗一段時間嘅。咁好記得啦，當時我哋即係搬到嚟校舍啦，咁我哋咧真係上下一心啦，大家真係無分彼此喺度執啊，大家咧當咗明道咧就好似自己屋企咁樣啊，好希望咧學校執得整整齊齊啊，靚仔仔咯。咁我覺得好感恩自己有呢班即係咁好嘅團隊。咁我覺得最重要嘅真係好多謝神，即係預備咗一間咁靚嘅校舍俾我哋咯。當你搬咗嚟新學校呢，咁係變咗全日制呢。我相信呢，全體嘅學生同埋我本人呢，都係喺適應呢個嘅全日制時間表嗰度呢，係要花上一段時間去適應嘅。新校舍係好大啦，但係30個課室咧係冇冷氣嘅喎，即係老師上堂嘅時候啦。咁其實個課室咧就好似一個蒸爐一樣嘅，咁好開心喎！最後咧我哋成功咧就籌到錢啦，咁咧30個課室咧就有冷氣啦，真係要數算主恩。睇到明道而家嘅校舍設計啦，同埋硬件咧，真係冇得定，真係好多謝神嘅預備啦，同埋好多謝我哋嘅團隊啦。咁啊冇冷氣啦，咁當時我哋做學校咧就搞咗啲籌款嘅活動咧，係鼓勵同學一齊咧為學校去籌款建設一啲嘅設施。咁我好欣賞我嗰班嘅6年班嘅同學㗎，咁因為其實佢哋係冇機會享用到㗎。咁啊嗰1年咧都係捱住熱咁樣咧去上堂，咁但係佢哋都好願意咧去參與學校各樣嘅籌款活動咧。我覺得呢個就係我哋明道學生，我哋明道嘅精神啦。25年嚟，明道小學不斷革新，為我哋創造咗一個既舒適又優美嘅學習環境。無論係校舍設施、校園環境、課程設計、課外活動，學校都不斷革新同埋發展。我最中意嘅就係學校舉辦多元化嘅學習活動，各種各樣嘅課外活動、才藝表演、交流，仲有各個學科嘅特色課程，好似 Happy Friday、中華文化日、STEM Day、English Fun Day 等等，真係好豐富。唔單止咁，過去25年，學校仲培訓咗好多同學參加各類型嘅比賽，獲得無數個獎項。運動方面，籃球、毽球、躲避盤、舞蹈、滾軸溜冰尤其出色。STEM 方面，同學都攞過無數個獎項。英語音樂劇嘅同學上年首次參加香港學校戲劇節英語戲劇比賽，同學就得到傑出整體演出獎、傑出合作獎、傑出舞台效果獎以及傑出演員獎，得到評審高度嘅讚賞。當然喺其他比賽，同學都有非常之優良嘅表現，所以明道小學25年嚟不斷創新發展，目的係讓同學有良好嘅學習環境去成長。感恩即係感謝神喺過去嘅25年嚟嘅保守同埋引領，為我哋提供咗優質嘅學習環境。天父嘅恩典遠超我哋嘅所想所求。革新係指學校一直堅持創新求變，追求進步，培育學生成為優秀嘅人才。子立咁飛翔又代表啲乜嘢啊？飛翔代表我哋每一位同學都要為自己嘅目標同埋夢想勇敢進發，展翅高飛，竭力創造無限可能，為夢想同埋信念開拓新旅程。不如我哋一齊聽下陳校長對同學嘅祝願。能夠喺明道經歷25週年校慶，我感到非常榮幸同埋喜悅。每一位明道嘅同學，你哋就係天父所愛嘅初嬰，每一個人都係天父俾你哋有獨一無二嘅恩賜，而且你哋係懷住唔同嘅夢想，準備要展翅高飛。學校就係你哋夢想啟航嘅地方。展望未來，明道會繼續革新，努力為大家創造一個充滿愛同埋學習機會嘅環境，鼓勵各位同學勇敢追夢。校長同埋所有嘅老師
會陪住你哋一齊飛得更遠同埋更高。祝願各位同學夢想成真，好似聖經裡面咁講，如鷹展翅上騰。仍記得那雙昨日，懷着溫暖在心田，前路滿挑戰，無懼冷風雪，給予肩抱個溫馨恩典，全部真理捉緊佢，研究新教育應錯。在轉變。